所有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最近这几天呢，师父台北宜兰有个小道场，师父过去那边关心。因为离开了正国寺，所以没有时间讲法给大家互相做一个交流，非常抱歉。我昨天刚好回到寺院里面来，今天一大早呢，利用早斋的时间，把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提供，让我们的生活上面呢有一个准则了，这是我们生活上应该要明白的做人道理。这一章的内容告诉大家，口里常说请或者谢谢、对不起，能够使我们的人生很祥和、很如意。一个人有没有修养，就要看这个地方。你这个人懂不懂礼貌，这个地方你要稍微留意一下。我们佛教徒都会讲阿弥陀佛，但是社会的人呢，我们应该常常要说请，我们一定要退让一步，让别人呢可以在你的前头，这是代表一种尊重啊。如果人家对你有一点点好处、礼貌给你尊重的时候，你要懂得谢谢这两个字很管用，人家听了很舒服，不会感觉到说你本身是个很吝啬的，嘴巴就闭口不开，闭着嘴巴这样，连个谢谢也不说。各位，这个没有修养，你到任何地方人家都不欢迎你的。所以我们经常要说谢谢这两个字，然后讲对不起，我们哪个地方心里面有愧疚，或者是我们有占到别人的便宜啦，或者哪个地方处理事情不妥当啊，我们应该马上就要讲对不起，这样给对方产生一些不方便的地方，我们马上就要说对不起。如果你嘴巴常常说请啊、谢谢啊、对不起啊，那么你有这一方面的修养，你能够使你自己在这个生活上面带来吉祥，很平和，非常的和顺，很如意，就无灾无难啊，能够平安快乐。你如果这样，你不会树立敌人啊，你不会跟别人对撞啊，人家一看你，哎呀，这个人很有礼貌啊，很有修养啊，进退有个尺寸啊，人家就觉得说你读书很管用。读书的目的是要让自己很谦卑啊，能够尊重别人，以别人为重。如果你能够常常这么说的话，人与人之间就非常的调和，不会有隔阂啦。我们日子过得很安乐，心里面如果常念好啊，看到别人如果有杰出表现，或者是有特殊的才华，我们都讲着好，表现太好了，经常把这好挂在嘴边。我们人也说，哎呀，惭愧，我不如你啦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你。各位，我们经常要自我要求，而不是经常看不起别人，树立一个很不好的那种眼神啊、态度啦，不应该这样。你应该要时常有惭愧的心，人家都是表现得很好，人家都很了不起，人家都很杰出，哎呀，我们看了满心的欢喜，我们自己就很惭愧，不是老是认为自己高高在上、共高我慢那样，什么东西都看不起别人。你在干什么？你自己想想看，你懂得一点皮毛，但是你只有一样东西可能拿得出来，可以上得了台面，任何其他事情你没有办法跟人家比较啊。你懂一样，其他什么也都是外行的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呢？你写几个字，你觉得你了不起吗？其他事情你懂吗？人际的关系，你有没有那种尊重跟包容的心性？你有没有？各位，你不要说以为我自己很伟大，觉得高高在上，你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。你到别的地方，人家都看不起你的，你的内心排斥别人，你看不起别人，你在藐视他人，那别人看到你就不顺眼了。所以我们要有惭愧心，要有尊重，要有种礼貌的对待。我们把好的全部都先给别人，都让给别人。各位，这个叫结善缘。人与人之间，我们懂得去尊重别人，叫结善缘。如果我们能力所及，也能够从旁协助，我们要结善缘呐。你用好的心出去，好的缘就进来。助人者人恒助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，爱人者人恒爱之啊。你先爱别人，别人就爱你了。
你恭敬别人，别人会恭敬你，这是一种自然的常态。如果你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概念，能够使人格达以善美，让你做人的品格达到非常的良善，非常的美好，你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安逸、幸福、快乐，因为你没有跟别人敌对，大家都恭敬你，都会来爱护你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人在生活上面应该要自我要求，而不是说我是学佛的，那没有学佛的人你就看不起他。哎呀，你这个观念邪知邪见了，太偏差了，你太离谱了，这个观念是太庸俗了。我们应该要平等心来对待一切，他只是缘分还没有到哦。一旦如果他学佛的态度更积极、更勇猛的时候，说不定迎头赶上你了。所以我们对所有不管任何一个对象，我们要有恭敬心呐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要恭敬心对待一切的众生。所以这一章师父提供给大家，我们除了学佛要精进勇猛，信心要记足之外，我们做人基本的礼貌跟修养一定也要够才行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你走到哪里都左右逢源呐，而且一帆风顺，人生呢很有意义。我们这一章就送给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